嚟到呢間藥妝店。我頭痛，舒緩鼻塞，打乞嗤20個。呢幾日轉天氣，馮太打算買啲成藥返屋企看門口。馮太一直都會喺屋企預備一啲成藥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尤其是係去日本旅行嘅時候，更加會特登買藥返香港。幫自己買啊，朋友叫我幫手買啊，都有嘅，都會買2-3盒咁樣擺喺屋企。喺日本都係會買收鼻水嗰個感冒藥比較多，都係朋友介紹咯。之前就見到有個朋友出嚟食飯，跟住佢流鼻水啊嗰啲啊，跟住佢隨身帶嚟一包，跟住即時食咗，見到佢真係個症狀冇咗喎，就覺得個日本藥好似幾好喎，跟住就之後去旅行都會買翻佢嗰隻咯。除咗聽朋友推介，馮太有時都會上網睇下日本買藥嘅攻略。不過有咁多款成藥，邊一款啱佢用，邊一款唔啱用，佢就話未必好清楚。其實喺網上就咁 search 日本藥妝必買藥物咁樣，就會有一大堆資訊出咗嚟，自己再篩選，可能 target 感冒藥啊、收鼻水啊咁樣，睇下邊一樣比較多人推薦嘅。每次入親藥妝店都係好快咁樣，見到嗰幾盒就拎上籃跟住俾錢，所以停留嘅時間比較短。其實冇時間問藥劑師咯。喺台灣近日有一個30歲嘅女士，因為長期自行服用一款由日本購買嘅止痛藥，導致腎功能受損，需要終身洗腎。嗰一款止痛藥獲唔少本港網站推介為日本必買藥物。馮太話佢都有聽過，但就冇買過。自己有聽過嗰個牌子嘅，以前去藥妝店咧都好多擺喺個架度嘅，都有見過，但係自己就冇試過買嗰隻咯。我平時都係買開傷風感冒藥比較多。之後睇新聞都有見過呢個情況出現，話有人食咗呢個藥咧就出咗事，自己都比較驚啦，所以之後都冇買過啦，都唔敢去買。翻查藥物嘅資料，呢款止痛藥嘅主要成分包括布洛芬。有藥劑師話，比起另一款常用嘅止痛藥成分撲熱息痛，布洛芬嘅副作用比較大，尤其是係會影響腎功能。咁食呢啲消炎止痛藥咧，佢有一定嘅唔好處，就係佢會令到咧供應俾腎臟嘅血液咧會少咗。咁如果少咗個血液嘅時候，個腎就慢慢會衰竭。咁如果有啲情況，甚至係一個急性嘅腎衰竭咧，就更加麻煩添嘅。咁所以我哋去使用呢啲嘅消炎止痛藥咧，就要理解翻佢哋嘅副作用嚇。咁最好都係諮詢翻藥劑師嘅意見先至去購買啦。嚟到日本，唔少大型嘅藥妝店都可以見到呢款止痛藥。翻查當地嘅規定，呢款藥被列為指定第2類醫藥品。藥妝店需要有藥劑師等等專業人士在場先至可以出售，並且需要向顧客解釋服用嘅時候要注意嘅事項。至於當地嘅便利店，雖然獲豁免唔需要有藥劑師等等專業人士在場，但店員同樣需要解釋注意嘅事項。我哋喺日本一間便利店嘗試購買呢款止痛藥，唔夠1分鐘就買到。過程裏面店員冇解釋注意事項。返到嚟香港呢日，我哋去到旺角一帶嘅藥房，詢問有冇呢款止痛藥。正常係有嘅，但你有冇講死啊？翻查資料，藥物未有喺香港註冊出售。有啊，藍色嗰隻咯，有藍色同金色咯，金色嗰隻就平啲咯，止痛。藍色嗰個影俾啊琪琪同埋林玲嚟睇。一樣40粒嘅，咁128蚊一盒咯。
哋冇將藥物放喺鋪面，店員要行入貨倉攞貨。佢之後仲同我哋解釋點解要咁小心。係咪好多人買？多㗎，但係就要日本嘢，香港冇註冊，咁有麻煩。因為你後生唔係隻藥有問題，係咪？因為呢個隻藥真係係日本㗎嘛。咁你買我哋買香港而家冇問題啦。香港有曬註冊㗎嘛，喺香港咁嗰啲日本嘢真係直接飛過嚟呢邊啊，香港冇註冊，所以今日啲人賣嘅時候咪會即係可能會唔賣俾你咁樣咯。呢間藥房同樣將嗰一款止痛藥放喺貨倉裏面。係啊。食嗰陣有冇話有咩要注意嗰啲？冇咩講，我都食得到。布洛芬喺香港被列為第一部毒藥，需要有藥劑師在場監督先至可以出售。有家庭醫生就話，含有布洛芬嘅藥物好常用。布洛芬呢隻藥咧，其實係非類固醇嘅消炎止痛藥。咁佢嘅用途咧，通常就係止痛啦，或者係譬如發燒特別係高燒嘅時候咧，佢就有個退燒嘅效果啦。咁就一般6個月大嘅小朋友，就到長者咧都可以按個情況去調節個劑量咧嚟到服用嘅。如果小朋友嚟講，咁如果高燒嘅就係用布洛芬。咁因為始終我哋有時高燒咧，我哋驚會發燒抽筋啦，有啲小朋友亦都會引致一啲身體嘅不適啦。但針對一般嘅痛症，林永和就話布洛芬類嘅藥物唔係醫生嘅首選。即係一般我哋止痛，我哋都盡量希望用一啲非藥物嘅方法啦，譬如搽藥膏啊，即係可以舒緩到就最好啦。如果真係用藥就用可能撲熱息痛先嘅，如果再唔得咧，都要用一啲非類固醇嘅消炎止痛藥，就用布洛芬咁樣咯。但係如果用嗰陣時咧，我哋即係都要做一個提醒，睇翻佢有一啲禁忌其他藥物嘅對沖，同埋提醒佢哋可能服用嗰陣時咧飲多啲水。佢提醒服用含有布洛芬嘅藥物有機會引致胃痛同埋過敏反應，服用之後唔舒服要盡快求醫。但藥物對腎功能嘅影響就未必咁容易可以察覺得到。即係早發或者疲倦啊，呢啲咁嘅即係我哋話影響腎嘅副作用咧，其實就慢慢即係先至出現嘅。可能你食咗幾個月咧都唔知道嚇，咁只不過可能係即係個身體因為個腎功能慢慢差，咁你唔驗血咧就唔知道呢個係食呢隻藥係好似好有效，都有病係咁嘅。咁食埋食嚟幾多咧？如果佢本身又有一啲風險因素咧，咁都可能有啲不良藥典嘅一啲對腎嘅一啲風險。處嘅網頁而家全港有97款含有布洛芬嘅註冊藥劑製品。蘇耀華又提醒，本身有慢性病嘅人士需要特別注意，盡量避免服用。咁本身佢患有心臟病啦，佢有高血壓啦，佢高血壓會令到腎裏邊啲血管咧更加容易爆裂咗。咁另外就係糖尿病啦，糖尿病咧佢嗰啲病咧佢嗰個血管咧就會渣過我哋正常人嘅，佢會容易碎裂啊，於是乎咧就會又係容易有出現腎病嘅問題嘅。咁另外就係一啲年紀大嘅患者啦嚇，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嘅高風險嘅人士啦。咁佢使用呢一啲消炎止痛藥咧，就應該短期啦，最好就梗係唔好用啦。唔少香港人去旅行嘅時候都習慣買藥返香港自用。蘇耀華就建議唔好咁樣做。喺外國啦，如果購買得到嘅，應該就係你都冇問過當地嘅藥劑師㗎啦嚇。咁加埋語方面亦都未必話會咁容易溝通到啦。咁所以最好就係翻到嚟香港真係問咗藥劑師啦。譬如過去有啲咩病痛啊，有冇食過啊？又或者嗰個病徵係啲乜嘢啊咁真係諮詢完之後咧，先至嚟咗去購買嚟去服用咧，咁相對就安全好多咯。時事多媒體今集時間夠啦，再見。